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呢，劉主任呢會同大家作一個好書分享嘅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一擘大眼嘅時候呢，就發現自己被困喺一個好黑嘅地底監獄，門外呢亦都有一啲恐怖嘅怪物聲喎。你會點樣呢？今日我就要介紹呢本書，就係《數學神偷18：地底監獄的異形》。睇下主角多多如何利用數學去死裏逃生。故事開始嘅時候呢，有啲滑稽嘅喎。主角多多呢被困喺個監獄裏面啦，竟然仲喺度賴床喎。佢仲要同秀美講：俾我瞓多10分鐘啦，8點半先再叫我。直至到聽說有變種異形嘅時候呢，佢先至嚇到成個彈起嚟。呢個呢，就係我哋搞笑又好真實嘅主角阿多多啦。為咗逃命啊，多多呢喺地下呢執咗一塊好尖嘅骨頭，愛嚟割爛嗰啲嘅繩。阿秀美呢見到咁嘅時候呢，就嚇親啦。多多呢仲好一面好淡定咁樣講：驚咩嘢啫？你身體裏面都有骨頭啦！呢句話呢真係令人呢哭笑不得啦，亦都展現咗呢多多呢唔中意按牌理出牌嘅個性。阿多多呢雖然自誇好有男子氣概，但當秀美呢走去探路嘅時候呢，佢驚到呢掹住人哋，仲要同人哋講：唔好走啊，我驚啊！唔好走啊，我驚啊！突然之間呢，秀美嘅蠟燭熄滅咗，黑暗之中呢傳來一陣慘叫聲。原來秀美呢暈低咗啊！究竟邊一個整暈咗阿秀美呢？咁你哋而家都睇得到噶啦。出現嘅竟然係一個鬼怪大叔，而呢個鬼怪大叔俾多多見到之後呢，阿多多呢完全冇反應，亦都完全唔驚佢。佢仲要同鬼怪大叔講：其實你個樣都好平凡啫。阿多多啊，甚至啊同鬼怪大叔講啊：我自己屋企隔離啊都有好多啲咁樣嘅墳墓啦，嗰度啊有好多鬼怪啊，都係佢嘅朋友啊，成日話要同佢玩添啊，咁所以呢，我完全係唔會驚你嘅。咁其實喺呢個生死關頭裏面呢，你見到阿多多呢仲可以開玩笑，佢真係一個呢數學嘅神偷啦。但係呢，危機就真係嚟啦！反派阿比克呢喺度策劃緊一個陰謀，要將阿多多呢混進咗喺呢個變種異形嘅深淵裏面。呢本書最精彩嘅地方就喺呢度啦！地底嘅監獄嘅門鎖竟然係數學嘅題目，如果解唔開呢，就永遠就冇得離開呢一個地方。另一邊廂，鬼怪大叔同阿多多呢都傾咗好耐偈。而佢哋傾嘅時候呢，阿鬼怪大叔呢就話俾阿多多聽，佢以前係質量島裏面最叻嘅魔術師，就叫海恩斯。咁佢喺嗰度啊，好多人尊重佢噶。佢啊名譽啦、權利啦、財富啦，佢乜都有噶。係啦。而呢個魔術師呢，佢有2名徒弟嘅。咁其中一位徒弟就係叫比克，佢呢又好聰明但係呢個人就好奸詐狡猾嘅。有一次佢就趁佢嘅師傅同另一個同伴擰轉頭嘅時候呢，就用咗個魔法將佢變為一個好醜陋嘅鬼怪，仲將佢哋當為一個奴隸使用。而魔術師佢亦都好驚阿比克，佢背後呢會有一個法力高強嘅黑魔法師嚟撐腰，所以呢，佢就而家佢都唔敢走出去離開呢個監獄。再加埋佢都諗緊，如果佢離開咗呢個監獄嘅時候，出去見到其他人係點樣對待佢呢？所以佢完全都冇考慮過離開。鬼怪大叔呢，佢就將佢嘅人生嘅目標呢，就定為要剷除呢個邪惡勢力，為佢報仇雪恨嘅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佢就想揾一個人嚟幫佢，嗰個人就係阿多多啦。鬼怪大叔呢，佢就講啦，
嗰次嘅魔法比賽有1172位嘅參賽者，佢哋係1對1嘅淘汰賽。咁最後一個嘅優勝者，佢一共要比賽咗幾多場比賽呢？而佢亦都想阿多多幫手去答喎。就係呢個時候，阿多美呢，佢亦都醒咗喎。咁佢亦都同阿怪獸大叔講：我以後呢，就唔應該以貌取人。而怪獸大叔呢，亦都同佢哋兩個講啦：你哋兩個如果想我幫你逃出呢個監獄都得，1分鐘時間之內就答咗我頭先嗰個問題。答唔出呢，你哋兩個就要死喺呢一度啦。咁大家想知道阿多多點樣利用數學去打敗呢座異形嘅呢？咁你就盡快去翻開呢本《數學神偷18》，睇一睇下故事最後嘅結局係點啦。咁我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。聽完柳 Sir 嘅分享，各位同學係咪好想快啲睇到呢本書呢？如果你想擁有呢本圖書嘅話，就掃描一下熒光幕上面嘅2維碼，或者撳一撳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，你就有機會喺早會上面得到呢本書，同埋同校長、主任嘅一張即影即有嘅合照㗎啦。截止時間係4月30號嘅下晝4點鐘，同學仔快啲踴躍參加啦！下次見，拜拜。